再嚟講下9型性格直覺型嘅型號8號、9號、1號。上一次講個8號咧，嗰隻獅子老虎咧，哇唔打得都睇得哇好勁嗰個咧。我啱啱咧就想同你講嘅係佢鄰居喎，叫做9號性格。9號性格嘅人如果用動物嚟形容，有冇聽過有一隻動物叫樹懶啊？sloth 啊，其實咧佢哋生長喺澳洲嘅，好慢嘅咧，佢哋咁樣隻眼咧好似成日打唔開咁。其實點解會諗到呢一隻動物同9號性格嘅人？原來9號性格嘅人咧係好中意同人建立一個和諧嘅關係。咁大部分情形特別喺工作環境點會咁和諧啊？咁但係又要有和諧嘅關係喎，佢會點啊？咁佢大部分情形咧都會選擇唔表態啦。又唔想同人有紛爭啦，有麻煩嘅時候行開少少啦。更加可愛嘅地方就係，如果出邊好似有人嗌交，不如唔好出去住咯。其實9號嘅盲點就係佢唔知道自己咧，好多時係隱形咗。佢甚至有內心有一啲感受，佢選擇要同人有一個好嘅關係，所以到最後咧，佢會選擇唔出聲。但唔出聲唔等於佢覺得件事冇問題，咁更加嚴重嘅就係佢好多時將啲憤怒或者不滿擺喺個心裏邊，直到有一刻佢忍無可忍嘅時候咧，佢突然間就會好惡。咁好多人咧同個9號相處都話唔聲唔聲嚇你一驚，原來佢咁嬲嘅喎，點解佢唔早出聲啊？9號之所以唔出聲，亦都係佢嘅盲點，因為佢會覺得佢講出嚟嘅嘢，人哋會唔舒服，人哋會反感，所以佢選擇以和為貴，換取呢一刻嘅舒服啦，呢一刻嘅平靜。但係到最後咧，佢亦都委屈咗自己，亦都令人誤會咗佢咩都冇所謂。